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初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一件严重的车祸。昨天下晡有一个76岁的负责人，伊赛车经过台南成功大厦附近的路口，却是向冲红灯，去弄到2台奥多拜甲一只 T 马，然后佫继续弄对路边的29台奥多拜遐去。也若即个骑 T 马去互弄到的民众，现场是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也是不幸归亡。监视器真清楚翕到，即台西往路口的nguyên色轿车头前是红灯，却是完全无减速。经过原成功大厦后门时，先启动到方向，停等红灯的2台机车了后，随启动到一台正伫通过路口的脚踏车。74岁这4单的骑脚踏车的人，轰弄飞去，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急救了后，也是不幸死亡。这个阿北是要左转过去，他那个车子要直行，对，他就是把人直接撞到我，我那个车上引擎盖上还有一点阿北的血，撞到我的左边引擎盖之后，阿北就掉在地上。不过，造成事故轿车无停落来，又搁驶向前去弄到规排，总共29台停伫路边的机车了后才停落来，已经离头一摆弄到所在有100公尺远。意外发生伫七八下晡1点45分，当时大学路甲成功路口，记录人这边是青灯。不过造成事故，赛车的人76岁4楼的负责人不因原因无减速停车，直接抢红灯。这个车祸意外造成1人死亡，2人轻伤。驾驶的部分目前是那个执照正常，那身体状况的部分目前调查中。目前初步的状况应该是操作不当。你的身体状况还算对稳定，但是说刹车没办法做动。造成事故负责人对厝内的人讲，当时有看到红灯，不过大灯却是无反应。因那警方对伊进行酒测，并无饮酒赛车，伊的驾照有效期限到136年7月1日。造成事故原因甲相关的责任归属，也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咱来关心一个意外。在宜兰的电火溪在地有真侪人，拢会去遐做水上的活动。昨天下晡传出有树林艇变去，船顶包括教练，拢总有9个人是全部拢跋落水。其中一个59岁游客是不幸渡水，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回来。因那这个事件，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那讲到宜兰的安龙溪，真侪人拢会想到刺激和趣味的坐树林船体验，这也是当地正热门的观光活动。不过，昨下昼一台树林船伫咧半路突然间冰船，8位游客甲就位教练拢跋水的，大家拢惊到。那船不会说破一个洞就整艘没气，因为它那个是它一定会有隔开，不会马上漏掉。然后它就是撞到破掉之后，然后撞到山壁，然后就翻掉。就那个没有救到，被救起来之后就在岸边 CPR。敢若是溪水错流，树林船闪袂赴，或者是船互溪底滴啊，或者是其他尖的物件插破，才会造成冰船意外。迄当船船顶有一位59岁4男的女性跋水了，河水流去，敢若是有砸水的情形。虽然大家斗相共解救起来，经过送病院治疗，不过到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心跳。插管啊、压胸啊，给急救的药物都有完整去帮他做治疗。那病人有短暂的一度有恢复循环这样子，可是并没有办法持续这样子哦。那我们完整的急救后，病人最后还是宣告不治的状况。最近啊，下雨嘛，水量很大，第三者这个很多啊。咱后壁就是甲家属搁继续好好处理就对啦吼。有。另外，还有5位游客受到轻伤，好佳在还有3个人无大碍。因那为什么发生冰船的意外？警方也搁伫咧调查。目前防锁事故水系查考发生代志的树林船，报车检察官上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真烧热，全台湾的高温普遍有甲33度至34度。因那屏东是温色的灯号，也就是代表有的所在会有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的高温。若是伫咧室外活动，第一都会记得加啉水。咱做伙来看分图。伫南海迄颗粒啊，明仔载了后，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形成。不过，这热带系统敢会发展做风台，是还要观察。接落来，这个低气压按说会向北边来行煞，会带来水汽，咱台湾的天气嘛会变甲较无稳定。拜三了后会较会落雨，尤其爱提醒民众到时过道可能会落雷公雨。
所以咱要来看，今年风台是还未到位，不过望警雨就已经开始造成灾情。因为落雨了后，搁曝日，云林的西瓜是规个拢水上。有农民讲，即届损失是超过5成。官府嘛呼吁农民都要会记咧翕相，留作是证明，到时会当报灾害损失。云林西里即搭西瓜园原本搁一礼拜就会当收成，最近却拄着几落天的大雨甲高温日晒，西瓜短时间内吸收伤侪水分，致使必顺甲水伤。细料的瓜农讲，伊种6分地，损失超过10万。哦，即拢食水入去啊？食水入去啊啦，食水吐袂出来啊，无叶啊吐袂出来啊，就害伊啊。这安尼只好成10万了。哦，损失加10万。啊，你即摆落几啊万拢食水落去啊。哦。你食水落去啦，等伊的冰都袂使害掉，日头出来害掉。瓜农表示，即马种1分地西瓜成本要3万，也毋过雨若连续落伫咧溪埔，短时间内无法度排水，西瓜园损失就真严重。针对这个情形，云林县农业处呼吁农民要赶紧通报当地的公所。梅雨锋面过来，那导致我们有些在河床上的西瓜受到淋雨的影响哦，导致有些受损。那我这边要呼吁农民。如果收到西瓜受到受损之后，尽快透过天然灾 APP 做现场摄影，然后留存证据之外，也告公所去通报。农业处表示，无法度收成的面积超过5%，损害程度超过20%，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不过影响范围甲损失的金额，即马也在统计，希望受灾的农民赶紧通报，维护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川普甲习近平初5通电话了后，美中的团队为今仔日开始，伫咧英国伦敦进行新一轮经贸的讨论。甲5月份日内瓦的会谈来比，美国的代表除了财政部长贝辛德，甲贸易的代表挂里尼以外，这一届也佫有增加商务部长罗德尼克。有中国的学者讲，罗德尼克是加扣关税的倡议者，伊加入这对中国来讲，并不是好消息。来看自由时报，威京集团下底亚太工商联，2018年的年底，甲银行团签85亿的连带案，担保品是投资稳恒。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丰收压了后，资金的调度就开始出问题，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有连续2个月无纳利息啊。银行团即马按说要甲担保品卖掉来赌。过来看中国时报，花莲大汉技术学院已经48年，不过因为受到手机化影响，学生是愈来愈少。即马确定7月31日要收起来。展会举行上尾一届毕业典礼了后，即马有风声讲学校的董事会按算甲部分的土地卖掉。这个消息一出来，是引起关地人士的不满。因为学校这边是驳回讲，学校的用地是属于教育的用地，若要卖，就要教育部这边同意，董事会是无法度乌白叮当的。继续咱要来关心，伫咧网络顶若是要找头路，目睭都要闭好紧。有大学生因为看到网络顶有引人的消息，伊就甲同学相招，要去香港做山工，不过想袂到煞是去用押去柬埔寨要来做诈骗。这个大学生的阿公，伊为着要救人，是汇13万外过去，不过要是等无囡仔转来，就要求政府甲因斗相共。这2学生初7的时阵，总算是平安转来台湾啊。李同学潘行李伫李长的陪伴下，将转来到台中山6的厝，这看到外公了后，是甲外公揽掉咧。阿公，对不起，咱唔再去了。李同学拄满18岁，转读大学进修部1年啊。因为看到网络有头路要找人，三家无厝内底人知影，甲同学斗阵到香港去工作，要用阿到柬埔寨金边的诈骗园区去做事。我们到了香港之后，他们说香港目前没有职缺，对，然后就公司联系我们说要到金边分公司。诈骗集团5月联络家属，要求汇款熟人。李同为外公汇代表13万6千块了后，却是议员担无走孙仔转来，要只好报警察协助。经过外交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也佮民间人士走总之下，李同学甲伊的同学2个人将顺利离开这个诈骗园区，并且伫初7下晡5点10分平安转来台湾，由警方接机进行后续调查。松一口气安尼啦，都打打放安尼啦，安尼啦。
我是甲讲啊，讲转来就好啊啦，后摆唔通搁迄落安怎安尼啦。是在网络社群平台看到诈骗集团征人广告，所以相约前往香港应征工作，辗转前往柬埔寨诈骗园区，抵达后遭限制活动，使惊觉遭诈。李栋学讲，伊到诈骗园区了后，每天工作超过12点钟，虽然无防疫台也无防拍，不过烦恼讲4人拢无法度搁转来厝啊。因为这个园区要10外台湾人互控制，警方讲后续会就2个人所提供的事情继续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咧嘉义有人标花啊，想袂到这个越南籍的花头，伊煞是钱人的，怎安尼做遗走？即个事件受害者有甲成百人。金额有甲4000万至5000万，这个会卡无底找人是规个心肝火刀，都是惊因赚的辛苦钱会规个安尼乌有去。目前是已经赶紧报案，请警方来斗相共。找无回头本人，民众直接找去因兜，不过大门锁起来，内底电话虽然有倒，也毋过其实无人来应。有一些那个给我们那个姐妹认识，后来我还知道她就跑掉，后来回去我又给他打很多通，他就没有听啊。开做头毛店，逐工赚的是辛苦钱，想要借由底花仔赚一寡利息欠钱，却是越南同乡的姊妹啊，倒花仔来诈骗。头家娘是真伤心。每次100-200块啊，这个跟会你看，就一下子就几十万就不见了啊，当然我们很难过啊，对不对？很辛辛苦苦，每天站了10几个小时呢。上个还没有标一个还有几个月就满了。这5000还1万？5000的。受害被骗去的新住民拢伫咧嘉义市参加相关来自越南的4站的新住民所招的民间互助会，陆续已经10多年啊。不过最近这4站的回头向失去联络，敢若还有老遗书，就连伊工作的500大的这头家也有同事，也拢被骗几60万。现在因为会的问题，他就离开了啊，就找不到他的人了。越南籍征信新住民假借存钱名义发起互助会，并招揽越南籍同乡友人加入，征钱收取现金后即无故失联，被害人不甘财物受损而提告诉，本所已受理并积极追查侦办中。互助会一回一个月5000，也是1万不等。毋但越南同乡的新住民，附近袂少大头也拢因为信任而加入。初步统计受害约上100人，损失总金额有4-5千万。真侪人去警察局报案，警方也呼吁民众毋通相信高风险，听人讲真好赚就投入，爱小心选择这投资理财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要赶紧来关心哥伦比亚伫咧台湾的时间，昨昏暗时9点外的时阵，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这个地震深度敢若有10公里，因为当地时间迄当阵是早起8点外，不少民众是拢惊一跳，赶紧冲出去外口。为这个画面内底，咱会当看到有真侪民众去互地震摇精神，而且因为是透早8点外，有真侪人困衫穿咧，就赶紧冲出来大楼的。也那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这个地震中心是伫咧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的东边，差不多115公里的所在。这一届地震，规个哥伦比亚是拢感受会到，而且有不少车路也有建筑物受到损伤。目前知影是还无传出伤亡的消息。同款是哥伦比亚的消息，在地2016年要办总统大选，总统的候选人也就是反对派参议员欧列贝，伊伫咧首都波哥大街路演讲的时阵，确实有人向开枪，害伊头壳着枪，这个伤势是真严重。因为警方迄当阵伫咧现场有随掠到一个15岁亚青的嫌犯，不过这个嫌犯今年才15岁，也未成年，这个事件是引起真大的关注。因为伊敢真正是凶手，目前要等咧调查。救护车的声音真响，在调情的哥伦比亚反对派参议员欧列贝前往病院。39岁欧列贝车骑伫首都波哥大街街头演说的时，互人对后壁开枪，2枪拍着头，一枪是弹着脚头躯。有人翕到欧列贝互警察甲民众送去哩救护车的钟情，出动时现场充满惊的发球声。Y claro, las personas están preocupadas, están saliendo a ver todo lo que está pasando, pues porque de verdad es un hecho pues muy triste, muy doloroso que estas cosas sigan pasando.
警方当场抓到一位有枪的15岁少年嫌犯，目前搁咧调查伊敢就是凶手。乌勒贝支持者真激动指控哥伦比亚总统贝多都是无后的总囝人，然而贝多是回应讲政府会全力侦办。Ahora no hay más que hipótesis y las hipótesis no pueden ser descartadas de antemano porque viciamos la ciencia de la investigación. 对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乌勒贝是政治世家。伊的阿公多年拜捌做过哥伦比亚总统，阿嬷是创立号名做哥伦比亚团结的民权组织，伊的老母是记者，后贝多集团的老大艾斯科瓦掌控的麦德林集团所绑票。1991年伫救的过程当中不幸死亡，苏当时也是哥伦比亚政坛黑暗期，有几啊位总统候选人受到暗杀。乌勒贝伫2012年当选参议员，2024年的10月宣布参选2026年的总统大选，互看作是新世代的政治人物代表。乌勒贝受到枪击的事件引起哥伦比亚国内外的关注。4位前总统甲现任总统拢谴责暴力，也拿第二甲厄瓜多的总统拢发文致意。美国国务卿罗比奥是发文表示，这场攻击事件直接威胁到哥伦比亚民主，呼吁哥伦比亚政府的高层减少煽动性的言论。哥伦比亚国防部长桑切斯承诺会动员军警的资源，尽全力调查事件真相，也提供2100万台票的破案奖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我来关心美国的移民局查到伫咧加州的洛杉矶，咧掠怀疑是非法移民的人。不过，这个举动是引起众人的抗议，说是发生警民冲突。当地警察甲民众射催泪加速，也有喷咸姜仔水来压制，规个场面是乱糟糟。都有消息指出，联邦政府按算要部署2000个士兵来应对。不过，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是去互加州的州长批评讲，这个行为根本是瞎查天花刀。在加州洛杉矶郡派拉蒙一工业园区外口，美国边境巡逻队人员全副武装放催泪ガス，徛伫对面示威群众尸体放上头的抗议。We see you for what you are,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Eyes out of Paramount.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单位甲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官发现有洛杉矶的头家提假造文件且误工，所以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找人伫真侪地点进行搜捕令，逮捕至少40个疑似非法的移民，引起民众不满。有群众伫洛杉矶的联邦拘留中心外口抗议。Our community is under attack and is being terrorized. These are workers. These are fathers. These are mothers. She went to her routine immigration visit, and it was at that visit that they detained her and they told her that she had to go back to Mexico. 各地抗议行动起初正平和，后来却失控。地部安全人员动用催泪ガス、闪光弹甲发燃油水维持秩序，场面是真混乱，也有民众受伤。洛杉矶市长巴斯批评，这亲像伫社区正恐怖的政治。白宫副幕僚长米勒是发文表示，民众抗议就亲像是叛乱的行为。移民当局表示，会照联邦政府政策继续执行搜捕非法移民。消息指出，联邦政府计划接管加州国民兵，各部署2000个士兵来应应可能混乱场面。加州州长纽森是表示，这个做法恐惊会牵关政府甲民众的对立情绪。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我来看泰国发生野生的枪走入去人的柑仔店内底偷食4手啊！虽然这影片伫咧网络顶看到是哪像不哩啊趣味，不过这嘛显示野生的枪因为因栖地减少的关系，才会走入去人类的社区来找食的。即嘛毋但是生态甲环境相关的议题，嘛各一届受到关注。伫咧泰国中部考爱大山国家公园附近，这只25岁野生大枪冰乐，撞入去附近的一间杂货仔店。เอาเลยจะถอยออกละ一入去了，无咧客气，架顶的物件拢摕来食，甜米饼、金蕉干，一个三明治，食甲真欢喜，赶袂走。ถ้าไม่ต้องตีตูดมันข้างหลังอ่ะอย่าพึ่งเดี๋ยวมันออกมาเบี้ยง冰乐伫咧内面推10分钟了才离开，杂货仔店的损失差不多1000泰铢，换算台票900块。冰乐这种情形毋是第一遍，之前也捌走入去一间卖卖的摊，不过这边是走入去店面内面，而且又搁拣一寡甜的物件，亲像是鸡卵这款高能白食物，毋是一般野枪较爱食的咸的，这种行为真罕见。
并了走入去白食白啉的影片抢红，伫社群媒体有几落百万人点看，这种行为是像会彻底受到人类开发土地侵占所造成的。专家认为，并了这种异常的行为值得研究。不过，人类未来可能要提供较优先的科管的措施，避免进一步的人甲枪的冲突。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军方今仔日指出，已经确定穆罕默德生活遗体所在，而且嘛有确认伊的身份。伊向看作是哈马斯的领袖。以色列表示，伊伫3礼拜进前伫咧以军的空袭当中死亡。来看美国有鸡卵的业者，今年2月份至5月，因卖卵验出有沙门氏菌的疫情。食品药物管理局查到的时阵讲，一届至少有79个人染病，其中有21个人需要住院。来关心日本北海道的媒体报道，那像有中国人伫咧用地山的山脚违法起白桩。当地政府发现讲，实际上因施工的地点甲因事先申请的是无共款的。目前已经下令因都要暂停施工，不过已经有超过1公顷的森林去互因错掉。当地居民嘛烦恼讲，阳地山是水源地，这惊会破坏水土。遐头转来咱国内，台北有一间真出名的咖啡厅，头家去互指控讲，伊伫咧便所内底偷翕员工甲人客已经有13年的时间，而且伊阁甲这个偷翕的影片的档案照明落去分类。即马即个头家是以8万块交保后团，为着要来理清有偌济人受害，目前专案是扩大侦办。楼骹的铁门搭无限期停业的广告，佮讲会提醒预约的定金。最近伫台北市闹一相款的咖啡厅，头家互指控13年以来伫便所偷装劣业镜头偷翕人客，也是趁员工旅游的时偷翕员工洗身躯，佮甲影片按照名建档案分类好。警方收到报案，初五摕超速票收伫出名的咖啡厅楼骹，甲人带回去讯问，按照妨害秘密罪究办。本件被告涉嫌妨害性隐私等案件。经检察官申请羁押后，法院裁定交保8万元。检方获讯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法院录伫8万块交保候团，案发了后也引起厝边隔壁的讨论。搬到6日开吧，年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非常的不应该。那也希望在台湾的法律就是保护人民之下，也要严惩。这位头家也开另外一间分店，面对记者的追问，伊是无讲话，骑机车离开。报道可能跟事实有点不太相同，这样子。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发生。对，但后来才知道。因为咖啡厅网络评价袂歹，有真侪民众或者是网唱，甲去店内消费的经验，藏去网络分享。不过，伫疑似有偷翕案夜出来了后，也引起网友的讨论。因那互偷翕的到底有几个人？检警也继续扩大侦办当中，并且追查感受影片上网外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行政院台地方一般性的补助款，这是互地方政府感觉真不满。行政院长杜永泰讲，当初有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立委，因的县市中央会优先来补助经费，讲这不是报复，是轮回。不过，即马这个讲法甲做法嘛引起南营县市首长大力的批评。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互立法院台2076亿了后，行政院进前决定统一台地方政府一般性的补助款25%，引发反弹。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初七表示，总预算案表决的时，支持中央的立委所属的地方政府会优先协助。这不是报复的心态，这是一个巡回、一个轮回啊。所以，我们对于当初支持中央政府的立法委员，我们会去询问他地方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我们可以好好来商量。因那杜永泰这话，搁再引发南营执政的县市长真不满，用党话反击。行政院已经违法在先，现在又把治理国家搞得像经营黑道堂口一样，所以不只是在违法路上越走越远，更是公然的勒索以及分赃。最该被轮回的就是行政院。左手删中央政府总预算，右手要中央的补助，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所以对于行政院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支持。个人造业，个人担。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也批评讲，杜永泰讲法破坏宪政体制，除了应该向全民回施礼，家己爱在政体，这也引起调野搁再论战。
本来民主国家立法院就是应该看紧每一分人民的这个纳税钱，民进党这些立法委员护卫的，我要多给你一点。你怎么一点法治的观念都没有，离谱到这样子呢？我们也期盼中央能够跟地方有更多的沟通，特别是对于当时支持中央预算的这些县市们。行政院是回应讲，目前中央甲地方的困境是立法院无理性大抬调预算所造成的。在党的立委甲部分地方政府应该看清楚问题，并且理性讨论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无意义的政治语言是对代志无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罢免的消息即马发展到倒位啊咧？罢免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吴思瑶甲吴派玉第2阶段送件失败，接落来国民党这边要拼甲台北市5个立委保掉的。王宏斌昨昏找着小康做伙去市场求支持，呼吁选民第3阶段都爱投不同意。太好了，花莲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哦！一个一个拜托选民罢免的第3阶段出门投无同意票。国民党立委王宏斌比较选举模式，找来战斗拿的带头者赵小康陪同市场拜票，因为前一天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吴派玉的2阶送件失败了后，拿赢开始积极回防。5个台北市立委，那基本上我们会设计一些区域联防团体作战。我们在地方上我们会跟民众党的议员来做结合，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具体的蓝白的合作。我相信一定是用9合1大选前哨战的方式来面对这一次的大罢免。这个蒋万安市长或是其他的县市首长，一定也是全力以赴。强调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协助台北市5席的南委集中火力反罢免，并且会和民众党来合作推出投票率。确实，民众党也必须有他的角色，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愿意能够站出来这个是我们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仰赖双边的智慧。同款面对罢免危机的基隆市南委林派雄表示，会正面迎战，列阵反击，规划发动陆空战。同市南委吴务庭到小连刷铺真侪影片，呼吁选民无同意恶意的罢免。你和我一起不同意恶意罢免。也那民进党立委罢免案搁减一件，罢免张宏六的团体宣布2阶连署数无够安全的数量标准，经过讨论了后，决议唔送件。即马干那剩罢免李坤成、林俊宪、王定宇、吴哲、柯志杰甲陈俊宇的案，也未到连署的期限。传出立营是评估立委互罢免的成功几率无悬，说落来是要拼罢免10席以上的哪位。我个人评估，确实有机会可以罢掉10席左右或以上。最后可以换掉6席以上。目前31件南委的罢免案2阶连署已经送件，中选会按算伫20委员会议时新定插队的结果。若根据选罢法正式依法宣告成案了后，罢免案会伫20天到60天内办理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海委会甲国防部昨昏国家海洋日伫咧高雄港进行海安第12号的演习，演练伫咧海顶拦查、围捕、吊挂、甲救援等等的项目，规过程总统赖清德是拢亲身来监督甲指导。台北航线客轮互5名歹徒劫持，歹徒拍船员，也佮举刀枪威胁船长。还有另外一只改装的快艇，我本来接应。这时阵海巡署出动2只突击艇出动围猎。改装的快艇一直驶来驶去，想要赶紧走，突击艇用箭矢甲包围起来，尾顶上快艇甲歹徒掠起来。海巡艇当时出动包围大皮轮，另外一组突击人员顶船来攻击，将船顶的歹徒掠起来，成功将受重伤的人质救出来，并且由乌运直升机一并吊挂了后送病院。目前伤患已出入医疗处之后，已经可以顺利转移至吊船内。那个设备是国家海洋日，海委会甲国防部伫高雄港17号码头执行海安12号演习，模仿歹徒会对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进行攻击，破坏咱国重要设施。总统赖清德亲身专程指导，伊强调铺设的清了拢无停止，特别呼吁立法院无分党派支持行政院的特别预算。我要借这个机会呼吁立法院不分党派，一起来当海巡同仁的后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特别预算，让海巡能够有最先进的装备和科技，守护我们每一寸国土。
除了海上的拦截包围、空中吊挂救援，也有一下海巡的前架舰艇，也有空军、空军救护直升机这海空分列式，规模是真大，也展现国南国造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若是厝价贵33，税厝的压力嘛愈来愈大。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2月份厝租的指数有加108.07，是搁再创下新高，年增率有加2.57%。都有专家分析，通货膨胀、厝价贵，也有厝主持有的成本增加，这拢是厝租价悬主要的原因。所以短期内税厝的继续要落，可能是真恶。大台北地区厝贵33，真侪人买袂起，只好用租的。不过近年来，这租金也是一直起，对租厝的人来讲，感受上大。我在万隆那边大概4、5坪嘛，然后是雅房，就9800这样子，租金可能会到就是月薪的一半左右。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统计，今年2月全国厝租指数达到108.07，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年增率达到2.57%，已经连续19个月超过2%，也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上大的起伏。若是以开发来看，中部地区年增率达到3.19%，是全台湾上悬的。搁再来是北部地区甲南部地区。专家讲，主要原因甲市场供给需求失去平衡有关系，因为买厝爱赚更加侪钱，真侪人只好先用租的。另外，通货膨胀。厝头家持有成本增加，这拢是租金会起的原因。因为通膨，再加上所谓的房东转嫁、一些补贴跟税负等等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新的大楼，它会成为市场上面新的供给，那种种的因素呢，都会造成整个租金往上扬。厝价甲厝租拢愈来愈悬，有一项房屋交易平台调查统计出10大租不如买的地区，其中受到地区效应影响，新竹县、东镇第不考虑自备款情况下，租厝比买厝负担更加重，真做租不如买的地区第1名。专家建议民众沿生活群捷运站这交通重点附近来租厝，应减少这通勤的时间甲费用，也是用共租的方式。另外，全台租厝行情，内政部也伫官方网站公布，应真做选择应负担合理厝租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若代替这个月23车票就要起价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希望代替起车钱了后，会当变甲更较安全。若工会这边是认为讲，车票有起价，员工的薪水应该嘛要得得起，人才才留会调。代替去年便当的收益达到8.63亿，按过本业持续了钱。这个月23开始会调整票价，一定起价了后，逐年会当增加54.73亿的收入。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出席代替铁路节的庆祝大会，希望代替伫起票价了后，会当更加落实安全的改革。各地117年会当开始赚钱。台铁在台湾服务了138年，那这一次经历了30年没有调整票价哈，那这一次其实我看社会上大家也都蛮支持台铁，可以调整票价，让它有足够的经费，可以第一让这个安全能够做得更好。对于代替确定花灯优惠用点数加到5至8倍，也是互人批评。但是开讲点数会当拄考，都相当是实质的拍折。未来原来会当搁请代替规划多元的促销方案，花灯优惠会甲新票价做伙来实施。代替企业工会表示，票价调整应该联动员工的福利，等咧甲资方积极协商。现有的员工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满足的话，当然留住人才，这也是一个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福利的转换跟权利的捍卫，然后这个薪资跟津贴的部分一定要跟着往前走。夜点费120元，已经是低于所有轨道运输业界的行情。我们的危险津贴也已经是低于整个轨道运输业或者是相关高危险行业。产业工会坦白讲，代替加薪一直无解决，更加烦恼未来 T-Pass 加花灯的优惠，可能有部分拢爱由公司来吸收。化工代理董事长吴胜恒以交通部处长的监督，为员工来争取更加侪保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台票是直直起，国会存底有加5929亿2400万的美金，是创下新高。6月份台票继续起，差不多伫咧29.9块至30块咧起落落。有国内银行就讲，5月份换日票的是比去年同期还佫较济。不过因为台票起嘛，惊会去冲击到传统的产业，
都有学者呼吁政府，希望甲部分的主权基金摕来协助产业做升级甲转型。讲到上爱去佚佗的国家，日本是真侪民众心内第一。拄着5月新台票强势升码7%，加上日票现钞卖出的绩效出现0.20的好绩效，吸引真侪民众赶紧换钱。各大银行表示，5月换日票的趋势是比去年同期成长。总比存在银行里面也不会变，利息也很少啊。那你干脆换，然后还可以就是出国。日币有考虑，最近要去日本玩，会选时机再进场。对去日本佚佗的民众来讲，台票起是上好的。不过，对于传统产业甲受险等产业，却是笑袂出来。敢若中国月26，新台票浪2年外出现二字头，收伫29.935，这波升达一直延续到6月7。有学者认为讲，面对新台票起，按算台积电顶大厂，阁经会过。不过，毛利率比20%较低，产业压力就真大。这个28呢，我们这些是12年疫情过后所做的，都是全部被它吃回去了。我们都是那个利润都很低嘛，你稍微一影响到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小型的，他们说的，我干脆就不做了。学者表示，传统产业当面对日票变薄、制造业压力上升，也有全球供应链重组，增加海外成本。中国以削价大量销，最近更有关税甲新台票升达5大压力，建议政府会当用主权基金协助传统产业。政府应该是有跨部会一个协助传统产业2次升级转型，从补助、租税优惠、辅导，从资金的一些挹注，协助传统产业渡过难关。要不然下半年到明年的传统产业会面临很大的一些，比如说无薪假，甚至有一些倒闭。条件汇率的损失继续扩大，国内有真侪产业呼吁中央银行是有责任稳定汇率。学者烦恼讲，若准中央银行上过头干涉，恐惊对台美关税谈判不利。建议政府短期内要有救急的方案，长期是协助传统产业二次升级转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传出有资讯方面专长的警察，去互企业用真悬的薪水误去。这3年来已经有13个人转图啊。警方讲要培养资讯方面的人才，至少都要2年的时间。即马这个现象，竟会去影响到科技方面的政策。资讯科技愈来愈发展，造成虚拟货币洗钱的现象直直出现。但是安怎查出无效的组织，要靠警方资讯科技侦查人员。但是最近几年，警界的科技资讯人才拢改图改去民间的企业担任资安长，年薪是原地做警察2倍到3倍，实在真吸引人。看好这些人才呢，原本在这个警界这边就有这种所谓的网络犯罪啦、治安。这个防御以及这种 AI 影像分析的这个能力哦，因此科技业或是金融业才会开出高薪来挖角。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的主任林建良表示，警界的科技资讯人才要培训到会当独立作业，需要2年的时间。不过，即马煞面对人才升级的问题。这些人培训出来之后，然后他就转换跑道了，那就会变成我们的人才是衔接不上，不管是在办案或者是一些警察资讯的发展，或者是警察治安工作，这样子的人的需求也是很大。负责培训警界新人的警察大学教授指出，要甲人才留好调，除了薪水爱专业的加级，也要改善工课场的废弃的定数，才会当让工课场变更较清澈。法这边也要做改善。我们法制上有没有走在这个科技的前面，支援我们警察办案？只要我们法制面、制度面、人才的一个专业的尊重度上够的话，我觉得这绝对不是问题。网络科技犯罪直直逼，需要警方资讯科技侦查人员较认真、较积极的查案，要安怎解决人才走去的问题？学者认为，除了加薪水等好处，老人才配套也需要改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电影上头，咱要来关心真情抗议已经真久的新店柳公圳耍位的这个案，目前还在等待实现。不过法院按算26要硬甲拆掉。即嘛有公民团体就出来呼吁讲，实现进程希望会当暂时卖拆掉。保存开发可兼顾。大声发口号，希望赖家老厝的保存，佮有建商的开发案，透过协商做伙兼顾。电控真久的新店柳公圳迫迁案。目前申请释宪，宪法法庭也未做出上尾的决定。不过，法院的民事执行搁再来函，会伫26执行拆除，互当事人真无奈。今天这个迫迁案不仅仅是一户人家的悲剧，其实是对
不公制度的控诉哦。如果将来不幸这房子被拆了这间老屋，更是一场不正义的掠夺跟压迫。请求法院能够撤销6月26号的执行命令，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保留这个可贵珍惜的文化资产。公民团体到楼厝声援当事人，希望法院撤销执行的命令，并且促请地主重新启动协商。也认为讲地主若准备新起主体，要依法捐出一定面积的土地，这片土地会当甲楼厝列入去，无需要公铁，会当兼顾地主开发甲楼厝的保存。对于我们台湾在这个转型年代不断产生的种种破迁跟这个不当开发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个非常珍贵的资产，化这个官司之险为安。记者会了后，当事人向祖先甲佛祖禀报案件最近的状况，请求神明甲祖先的保庇，守护家园。针对当事人的诉求，法院强调讲，一切依法行政，若是受到相关的诉讼，相办局会依法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关心，去年10月份的时阵，台东地上有100多只野鸟，那像是去互偷食，而且附近有一寡车啊化验的结果即嘛出来啊。这个车啊甲鸟啊，拢有去验到真毒的杀虫剂，而且超过标准2500倍。那这代志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去年伫上乡一搭田边，互人发现上100只野鸟不明原因死亡，而且田边阁有切啊，好亲像是用来拐鸟的。发现的民众怀疑死亡的野鸟是食到有毒的切啊，送去化验，即马化验结果出来，为死亡的野鸟体内甲切啊，拢有发现剧毒的农药加保护，安全标准是0.1 ppm， 刷验出上悬超过标准2500倍。环保团体烦恼会造成规个生态链的伤害。如果不小心的被人类食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就会有人类死亡的一个风险存在。当然，那些毒鸟案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生态链的瓦解。目前查不到下毒的来源，不过地上乡公所是烦恼可能影响地上米的名声。今年已经甲米厂配合向农民宣传，若是伫产区国发生毒鸟的事件，会停止甲农民的客作。也结合了米厂在重申跟农民来做这样的一个呼吁，如果有再犯的记录，我们就不再去做弃作。台东县政府表示，因为加保护农药是国际公认剧毒的农药，国内目前也是会使合理使用含量3%规粒的加保护，不过会加强客查买卖情形，也呼吁农民唔通用来毒鸟啊，若无会依照野保法罚6个月至5年的有期徒刑，并科20万至100万以下罚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第3届国际东坡动物日，展会伫咧台北举行，现场有真侪古锥的动物，大家民众是拢看甲真欢喜。主办单位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提倡保护动物的观念，唔通虐待动物。蒙高头万事变草环15回今密是陪伴犬协会，目前年会上大狗仔，甲其他狗仔有伴世界巡回宣导动保议题重要性。伫国际东坡动物日这一日，希望透过猫仔狗仔，互大家理解守护喙脚更较侪生命，等避免更较大的家庭悲剧的发生。那虐待狗狗，我们也是可以来透过狗狗来追寻到家庭的虐待。那所以我们用这么多可爱的狗狗说，不要去虐待它。每一件动物保护的案件被大家关注，它后面可能就是可以解决掉另外产生严重伤害人的家庭暴力的事情。来，我走，快走。不管是乌鸟、白鸟，因比好好爱，都是上幸福的鸟啊。营养专区的鸟啊，古水的面，大家拢真喜喜。边啊安静的所在，也有被人放杀的小气味。公园外表甲实际照顾心路有落差，地数互人放杀事件真多，真正要改变的爱维持的观念开始。领养之前理清他的饲养观念，因为通常弃养都是发生在我不理解的状况下带回家。然后产生的问题，对与预想的落差太大了。主办单位表示，虐待动物定定是家庭暴力甲低效虐待有经指标，保护动物就是保护富有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宣导民众这项观念，也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参详解决的方式，建立家庭甲动物之间下领域的同步机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新竹在地有7成拢是食头前溪的水，
为着要守护这条溪，清大甲新德县市5间高中成立大新德流域学校行动联盟，因即嘛办讲座，也阁有课程，希望透过实际行动来保护头前溪。大新德地区人口数大约100万人，其中75万人饮用水拢来自头前溪。过去头前溪就因为水源头有工厂头排污水，污染真严重。当地人讲，经过这几年整治了后，改善真济。以前细汉的时阵，我常常会去遐骑脚踏车，啊，看到这些粪扫伫顶头，啊，味嘛无好闻。但是即马看有清气足济，啊，我嘛希望我会使有一寡贡献。为了守护头前溪，3年前新德有举办啉好水公投，通过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希望以源头来解决污染的问题。清华大学最近也甲新德地区5间高中成立学校行动联盟，要做伙守护头前溪。我们就会去可能看说头前溪的水质怎么样，我们会实际去采样，然后以及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去练习检测那些可能有没有什么金属之类的。串联学生，然后串联学校的力量，然后把整件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得更好，这样让学生的话可以更了解，就是说我们真正在我们的地方上的话，有关于水的话，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当这个含高中会当联合做一会安尼咱的永续的教育呢，才会当往下扎根。联盟发起人指出，教育是改变社会的关键。未来透过相关课程甲实作，协助高中生设计出在地取得特色的教学内容，让少年人了解守护河川的重要性。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来看嘉义大学甲在地庙宇合作办家长文化课程，要带学生来认捌嘉义地区家长区的历史，嘛希望让更较侪人了解家长背后的信仰价值甲社会意义。顶游堂的宣布会认真来教大学生每一个动作。嘉义大学头摆开办家长文化课程，带大学生来庙口学习家长的定法甲脚步。大学生来学这边，我讲其实是算一个最好把家长文化再推广出去。目前大家的部分拢是以上基础的第一，落路，因为家长你不管要创啥，拢爱落路。啊，第二个就是3粒，人讲基本步了3粒。经过2个多月的课程，嘉义大学嘛甲晋南宫顶游堂举办家长文化成果发表，拢总有附加地区20位学生参与。学生们若展现合适的成果，嘛互因体验家长出军的过程。修考读卡本正想讲介简单，结果无练到尾啊，嘛是感觉讲上基本的，结果是上困难的啊。一般大学生其实也很少会接触到这些像宗教文化之类的东西。能够有家教课程的话，我觉得多少也可以翻转一些年轻人对于家教的偏见。这样，嘉义市是算家长文化正盛行的所在啦吼。过去叫做家长区所以讲用一个较完整的课程，会当让学生学习会当较深入的、较完整的。丁游堂表示，家长是历史甲宗教艺术的无形文化资产，不过煞因为一寡社会事件来受到误解。即个配合大学来开课，除了希望传承文化，嘛希望透过体验的过程，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家长背后的信仰价值甲社会意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个巴尼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有一个95岁健身教练，持续推动健身已经50多年，希望让家己甲分身边的人，拢会当愈来愈活跃。一阵老大人咧暖身，带现的健身教练乌克维奇已经95岁，伫克罗埃西亚首都西边的萨莫博尔丁社区健身房做体能教学已经将近1甲子。原本做医药工程师的乌克维奇39岁开始运动，伊认真家己学，培养出真高兴趣，后来加做教练，甲亲戚好朋友来健身。Da se što manje, a to vam je profesija, što manje lijepite uz televizor, uz ove katastrofalne vijesti koje zapravo, kad ih odslušate, pitate se, a čemu život? 和乌克维奇投入运动的机会之一，是甲伊妈妈过身有关系。伊妈妈破病过身，互伊陷入真大悲伤。伊靠运动振作起来，也好心灵平静。To vi ne možete reći, osim vašem intimnom prijatelju, što vas muči.
zašto tugujete, čemu suze i tako dalje. Dakle, to je jedan auspuh koji je meni puno pomogao u mom privatnom životu. 乌克维奇投入运动年代多是克罗埃西亚女子体育风潮起来。女子游水运动员比耶多夫在1968年奥运摕一金一银2个奖牌，引起当地女性的运动热。乌克维奇每礼拜2摆甲学生有氧身体运动甲皮拉提斯，学生也会青训到熟悉，加做固定的运动成员。 Prijateljica mi je rekla da postoji jedna izvrsna grupa koja vježba upravo ono što nama treba u tim godinama. Ja sam onda imala malo više od 60. Odlučila sam se prvenstveno zbog zdravstvenih problema, to mi je bilo broj 1. A drugo, druženje s tom. Poslije vježbi mi se družimo, mi odemo na kavu, malo se zabavimo. 乌克维奇嘅學生喺每禮拜運動結束了後，會小休到店啉咖啡。老了後生活有寄託，個人鍛鍊身體。伊講，若健康無問題，一個人叮當，伊會繼續教學生。公司新聞張淑芬朋友。天氣報你知，來看今仔日各地溫度。北部地區上低27度，上懸34度。 中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3度；南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27度，上懸33度。咱來看外島地區25度至31度。 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聞，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